我得了老公是赌博朋友过了，搿把别人票为拨我票啊，我也去票开。哪头死人啦？小生命叫徐文斌啊！哎呀，徐公子这个来啦！侬对上，侬对上，我来开门来啦，我来开门来啦！哎，徐公子啊，侬哪个伊等我蜡烛吹灭了啦？啊？哪个是侬啦？侬等啥人想做啦？啥来啦？侬来等啥人？夜到头困觉不困？我没等我老公哎。等侬跟侬老公啊，侬会得等人家徐文斌喽。哦哟，侬帮留三去啊？搿人比人要气死人了，咋一家好后生哎？侬累哎，日里累哎，夜里累哎，侪比鸡是累哎。搿闲话说人话啦。搿侬咋晓得个啦？我咋晓得个？我今日子叫㑚老公到一个赌博场赌博去个，不晓得侬门口侬两人个事间拨我听到嘞。跟侬老公我今日不是一到城隍庙赌博去，哎呀到天亮，夜到回来哦。侬想做啥啦？我想做啥？啊，搿侬拨人家票回拨我票啊？我不要说东西啊！我不要说东西。妹子阿嫂，哎呀，妹子阿嫂呀！弄个赌博去啊！妹子阿嫂叫起呀来，强天女红是啊开怀，我见侬阿嫂个容貌美，看得女红人心喜爱，今日她到侬家中来，心想与侬两相配。容貌美，心想与我两相配，侬与我丈夫待得来，哪有此情真难配？好话想叫你听开怀，快快出的大门外，啥子我丈夫回家来？哟，做啥？侬不要假装真正来呀推开，越是推我越是爱，今日与侬来相会，通通想好是无所谓。哎呦，你好哟。侬交破无龙，没人管账。侬发出去，我发出去。我这个要叫人啦。侬叫了，那老公到城隍庙，夜夜多到天亮。哎，人说还会来吗？隔壁人说啥人管海江，啥人来管海江，我不就我来同学飞机箱了？管海江。出去。出去。来人呐！侬叫人家徐公子啦，不会开箱侬搿种东西的。侬搿种个货色了，直接配我搿种个货色个。我要看到侬搿种个货色啊！搿侬我开箱人家徐文斌啊，人家爷们呀徐文斌我开箱侬啊！侬想我，侬癞蛤蟆想去听我肉啦！癞蛤蟆想去听我肉，搿搭我节目子吃开嘞，啊！人家吃开了呢，那侬个听我肉。